大家好，我係 Kitty。今日做一個比較特別嘅吐司，一條吐司有3個唔同嘅口味，核桃、芝士、花椒葉各有特色，3日都軟熟。關鍵就係加咗牛奶波蘭種。先一晚製造波蘭種，我呢個係用咗奶粉開嘅牛奶，18克嘅奶粉加162克嘅水，加埋就係180克。拌勻至奶粉完全溶解之後，加1克內高糖酵母拌勻，高筋粉162克，全麥粉18克，粉類總共有180克，混合成團至冇乾粉，可以室溫發酵半小時，再放4度嘅冰箱，或者混合咗之後直接放4度冰箱，冷藏發酵12至24小時。我呢個放咗4度冰箱21個小時，撕成小塊，加入煮麵團嘅高筋粉420克，細砂糖30克，內高糖酵母5克，冰水205克。打至粗膜之後，加入岩鹽11克，軟化無鹽黃油50克，先低速後中高速。打至可以拉出薄膜，整理一下麵團，收完28至32度，發酵至雙倍大。呢個麵團感覺好軟熟，濕潤度亦都好好。平均分6份。呢個麵團嘅總重量大概係1063克。兩個選擇，一就係用1斤嘅烘焙模，或者係斤半嘅烘焙模。我選擇咗用1斤半嘅烘焙模，因為分開每條都有530克。分咗6份之後，鬆弛20分鐘，順次序取出第一個麵團。收成長形，靜置15分鐘。乾平咗之後，放入餡料。我呢個分咗3個餡料，有核桃、芝士碎同埋花椒葉。個面嗰度分別用咗唔同餡料做返個標記，最後發酵至6至7成滿，掃上蛋液，麵團面加入餡料，放入已經預熱好嘅烤箱，上火165度，下火185度18分鐘，之後轉上火160度，下火180度13分半，總共係31分半。出爐震模，3日都好軟啊！花椒葉個味道非常突出，未試過啊嘛，希望你都鍾意今次嘅食譜介紹。我下一個視頻都係會用牛奶液種做2個唔同味嘅假牛角，再加個核桃吐司。歡迎大家繼續收睇、支持、鼓勵、按讚。我係 Kitty，下次再見。